考虑的怎么样了？这才过了1天，1天，我怎么觉得好像过了1年？懒得理你。今天化妆了，挺好看的嘛。你也可以给我了吧？我拿着这个给你换。这个想要？晚上来我家吃饭，我给你。打完看累了。你们一个个怎么都喜欢突然出现啊？干嘛？眼球受压或眼肌牵拉时受到的机械性刺激，会引起迷走神经的过度兴奋，导致心率过慢，这叫眼性反射。我心跳不慢啊。过快也是受刺激的一种。要不要我给你找个好医生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就倒个水，你们继续。那我先去忙了，晚上别忘了一起吃饭。表姐，我冒死问一句，你和老大现在是什么关系？没什么关系。没什么关系是指在一起了吗？没有。那就是搞暧昧嘛。你喜欢老大吗？虽然他有喜欢的人了，但咱们可以先下手为强啊。现在的情况吧，有点复杂。虽然我们认识很久了，但我们才刚刚……你管那么多干嘛？我阿姐的终身幸福，我当然要管。你要是喜欢老大，我就360度全方位无死角暗中观察他，把他抢过来。经过我反复推敲啊，我觉得他应该是真心喜欢你的。但要被我发现，他敢对不起你，我就要豁出去了。像老大这样的肥水，怎么能便宜外人呢？我连你们的 CP 名字都想好了，就叫青葱 CP， 怎么样？我觉得蒜比较好，毕竟白蒜比葱贵。别贫了，赶紧工作去。青葱 CP。